咁多位尊敬嘅嘉賓同埋咁多位傳媒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臨趣學普通話教育公益項目嘅新聞發佈會。今日咧就歡迎大家咧就出席咧就由中國文化研究院同騰訊基金會咧攜手推出嘅教育公益事務咧就係叫做趣學普通話。騰訊嚟講，佢主要係呢個科技向善，而我哋咧係中華文化。咁今年我哋咧就合作推出趣學普通話。咁呢個公益項目，我哋覺得咧其實我哋係開啟咗咧香港普通話教育一個嶄新嘅篇章嘅。我哋將 AI 平台啦、平台嘅遊戲啦、中華文化結合，咁我哋其實希望咧就係助力普通話教育嘅。其實過去10幾年咧，騰訊基金會咧，我哋一直做緊一件事，就係點樣用科技更好嘅去幫到社會嘅可持續嘅發展。我哋會好期待嘅係學生唔單止係一個語言能力嘅提升，佢都係一個開啟去了解中華文化旅程嘅開始。普通話只係一個交流工具，但係我哋覺得個項目其實都係一個文化嘅鎖匙，因為今次我哋嘅項目有融入咗好多嘅詩詞啊，同埋歷史同埋好多嘅中華文化喺上面。今日趣學普通話係我哋一個新嘅探索，一個好好嘅一個成果。